编织彩虹。这里是古川，传说中的彩虹部落。那一天，桥断了，鸭毁了。人匆匆地走了。砰！救灾直升机撞上山壁，救难人员牺牲了，又有族人离开了。雨停了，日子还是要过。没想到上天又开了个玩笑，一切又回到原点，所有人又再度陷入恐惧与阴影。大家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终于克服了天灾，克服了环境，克服了恐惧，克服了悲伤。桥又重新建起，连接了距离，连接了我和你。